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高本，欢迎收看福喜来嘅。我哋当地讲台湾的农业改厉害，总系改多品质改好又改好食的农产品。嗰时候台湾头到台湾面有青岛的农业咯。睇我哋六队也有青岛安尼嘅农业。今日贴起来介绍一类六队嘅农业。听讲佢哋喺第二年呢系用模土农业，地部总系改多青贴嘅农产品，其中有一项哦，市面上亲手看到嘅，到底系乜嘅农产品呢？今日来分享我哋菜地嘅好朋友吧。首先来分享金主姐。主持人、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云山农园年金主。再来是我哋新之哥。主持人、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赖新之，来自屏东长治乡德协村。哇，欢迎两位来同我哋分享哦。睇下之前想请教一下，两位都係我哋菜地都被客人吗？我唔係，建築邊唔係啊？我係好農人，加多六隊嘅客家莊。哦，安尼客家講得幾好呢，建築姐，安尼先至講唔夠呀哦。其實我本身都係農家子弟哦，漢細都喺咧六隊啊從事，嗰時加來呢同咧佛房嘅所有嘅生意呢，安尼南鄉下高鄉下，嗰時佢嘅客家學得清勁哦，一兩個月都全部講嘅。哦，安尼除了因為環境的關係，建築姐可以練習，這個也係有天分的啦。安尼講好來做麼，建築姐？應該有幾樣嘅客家細胞啦，因為我同阿咪講，我嘅外公啊，都係咧嘅聯絡。佢說安尼，自家也有去考嘅行業認證吼。有。哦，厲害厲害！安尼發條都有同先至講，因為係農家子弟嘛。安尼建築姐，你自家也係嗎？我唔係呢，從來冇做過。從來冇做過。唔是做過，係。安尼我想我經營一個農園來做一個農園，係唔係受到先至個影響啊？實在講啊，家本客家人幾好命。我唔是做過。我連幫廠我都唔曉得，但是我因為我做這個，我研究嘅那個環境教育，那還有那個食安的問題，我研究了10年，10年個其中啊，我尋幾多這樣嘅資料，看到我一家本袂行，我害怕我哋啲肢體應用過生活，那個環境應用，我們連呼吸的空氣都會很危險。嗰種我都一頭栽進去做這樣研究嘅嘅嘅勢頭。哦，就會按你嘅研究，真係想講，自家可以嚟經營一啲農園啊，種一些東西，用天然嘅方式啊，分享俾大家安尼嘛。做。哦，你建築姐，你那個農園喺哪啊？我哋嘅船體門嘅鄉，都大武山嘅山腳下。哦。都給人家愛寮溪的第一道水閘門下面，那個田那個水是個淡黃那個山泉水。哦，田那個片，你建了一台啊？總共差唔多3分半啦。哦，3分半的去做一個農園，地部總係有一堆的東西啊。初開始做安尼開心農園嘛，嗰時候麥給魯種，山上咧有一種10個種種有嗎？最起碼冇按多種啦，最主要我個種以後種嘅安尼個農園種嘅東西啦。因為我唔曉得做農嘛，嗰時候我都種嘅安尼，種嘅安尼肉桂啊、左手香啊，左手香應該講我哋客家人哦，每一家人大部分都有種，但是唔曉得用，嗰時候我都會研究。嗰種我種安尼啊，種嘅安尼吉利嘅，要皮要甜嘅吉利，還有嘅安尼薑黃，就種嘅個安尼對身體有幫助嘅啦。研究嘅有種嘅安尼榴蓮蜜，新興作物，以台灣來講，都新興作物。用自家看到相當某個國好嘅農產品，某個品種自家來種嘅，飼養過那些安尼。係啊，一開始都是這樣。哎呀，幾厲害呢！安尼建築姐，你講你自家冇某個做農業嘅經驗，先至講你有交集冇？其實佢對農會對社區如果學到幾多社會方農業方式過模嘅啲農作物，對身體都有幫助嘅。佢如果對呢方面去研究去上課，自家都種。
佮說也條農業嘅知識甚至個冇教建築者，結果迄建築者唔自家就去上課去問人嘅啦。係啊，我家下連幫助唔曉得攞本人啦。好人我講嘅叫咩一年啊呢，有像人哋睡覺嘅呢，細，我都因講睡覺，因都糖唔是，唔嘅睡覺。我不用睡覺，我唔咩，搞了一大陣子啊，他甲咱搞清楚那個。今日教我講計號做零啦，零你拿個厝錯啊，個刀我都唔曉得拿。好，你冇厝錯，你唔自家喺農業地部厝錯用嚟噴咯？我都用棒嘅，自家一粒安尼棒。係啊，做啊。3分半的一粒棒到哪叫啊？叫做咩？係啊，骨數做個甜。你用啥？更加農業地部嘅工作，係用啥？向下提做嘛？你有分工講，萬人做乜嘅，萬人做乜嘅冇先至講。其實幫助更加做下用嘅呢機嚟割啦，割草機啊，用割草機嚟割，因為係等於講草生植物嘛，分草還分共生，我們只是用嘅呢割草機割，就得個將嘅毛嘅都要用樹去綁，主要其實係呢，你嚟種。最主要都工作大部分掛幫助啦，都割草嘅，其他唔是嘛嘅照顧啊，加工品，做邊呢嘅呢對人可以適用嘅，做下度建築來處理。嗰種個辛苦嘅體力嘅幫助也條係先至講嘅，建築者都負責動腦啦，做其他嘅研發嘅工作。用啥分工真清楚呢？你平常時睇農業地部，係咪每年都睇嘅工作吧？更加冇以前講冇啦，因為佢下水含錢太時節啦。我都像綁錯，佢下真是手工純手工，都一條去綁。更加因為比較大了，那個就是比較沒空去管理那個田里，所以現在就用割草機啦。你貼喺問一下，頭頭先至個有講到嘅毛香毛嗰種嘅，咁啊佢貼喺用樹綁，係講除草嘅時節全部順晒被除hết嗎？那個毛也都我們很頭痛的。其實這麼要連根拔起啊，你看你問幾多年啊？我用藥嘅呀，用嘅係骨頭嘅藥嘅呀，但是嘅藥嘅人哋都冇嚟用啊。人哋連嘅人哋曬藥嘅痛人嘛冇呢，人哋冇買啊。原來係我用綁嘅，原來係教唔錯嘅，我覺得原來嘅毛係種嘅香毛，唔係係嗰種千塊綁、千個嘅嗰種毛嘅，冇錯。嗰時候佢一定要用樹綁，佢然之後佢會綁上來，冇當個樹喺度佢帶下馬上都會長上來。對，真是，跟原來嘅農業真是最辛苦嘅部分都要嘅處所，特別你能要做自然農法，做唔得晒藥嘅。哇！頭先建築者有介紹過農業嘅名嘅，按到雲山農業，做冇？係啊。做乜嘅會用按有啲安講嘅名嘅咯？其實我感覺人澳洲也要有安尼存着一個感恩心啊。因為我買嘅安尼嘅塊田，嘅安尼我隔壁如果一件嘅金色，就出家師傅他們。因為地輩師傅同我介紹買幾塊田，佢說呢，我一田又特給你呢，隔壁特給你要背。佢說我家下馬毛酸啊，毛酸講幾化比較吉利啊，我都存着一個感恩的心，就是說師傅介紹的，我都取給你呢華雲金色的雲字。那地理位置呢，田的那個地理位置是在大武山的山腳下，靠山嘛，所以我就想說很簡單。就這樣子又有紀念性，又可以懷念，又用感恩的心出發，那所以我就把它取為叫雲山農園。原來有個安講嘅名係安嚟來嘅喲，真是鬼有意思呢。你建築者，做一個農園都更加差唔多1久嘅呀？18年，差唔多18年咧。你很係學習嘅時間啦，你自家感覺經營農園都要開始嘅時間。最難的部分係乜嘅？應該唔係綁錯吧？唔係，其實剛開始的時候沒有，對我來講沒有什麼困難，因為我都充滿的那個歡喜心。
哦，那就是说，因为我主要是为了这个整个环境、大环境，因为地层下陷、地球暖化的这样子的事情，其实我真的很担心。所以那时候真的是为了我们后代子孙着想。或者我跟他刚开始做的时候，其实不觉得累啦，是做到现在久了，年纪有了，因为10几年、快20年，你想，所以体力有点退化，没有20年前那么好，所以会觉得现在比较累。行管度很 OK， 不过体力有时摆做唔得。真的，真是。安尼甚至讲，通到金主在讲，其实冇做过一个农业的人，为了经营一个农业。唔可以担心，也唔可以动佢讲唔做唔得做啊，因为冇经验，會唔會安尼啊？其實我上去就嘛可以頭痛，因為呢，佢對啊你的農業的專業呢，不懂啦，故所以佢要從事嘅行業，專精個辛苦，但是呢，佢有一份呢歡喜心，佢因為從舊路從事志工行業，志工。同社區有搭配，故所以佢冇想到講，因為對一個社區嘅老者老雜有幫助，身體有幫助，故所以佢如果將一田呢買起來，都種一個所有對佢嘅身體有幫助嘅農作物。其實最重要係講，唔單止建築者有呢個心，更加重要係講有呢好樂共同背後同支持，安尼種啊。謝謝。原來安尼。觀眾朋友，聽見兩曬安尼分享，你講其實經營農業啊，最重要唔係講自家有經驗喎，係有心喎呢。安尼等下農業地方個特別嘅作物，繼續過來同大家分享哦。前面談嘅新子哥同建築者嚟紹介佢哋嘅農業，哇！我感覺有啲農業啊，真神奇呢！你看地方有種嘅牛桂啦，枣樹香啊，有榴蓮蜜，真到真貼嘅作物呢。地方有乜嘅故事，繼續嚟聽佢哋分享咯。建築者，牛講你種嘅係牛桂嘛？你地方種嘅最多嘅係牛桂錯冇？係錯。安尼根本你眼看到你有帶牛桂嚟有分享，我真萬世時節有10個嘅秘史呢，唔過真叫嘅冇上過有失敗強調係咧，我哋更加嚟上一下牛桂嘅秘史，幫我回味一下好冇？可以啊。你看，從製作單位按貼心都準備好嘅，我出隻可以幫。冇嘅解。解？係錯。觀眾朋友，有嘅係解，應用嘅款咯，牛桂還有整呢同解哦。安尼建築者，唔講牛桂有整呢同解，安尼我解我試一下有嘅要未應該唔會用嘅吧？當然學按hiệu長啊，你細有識得唔怕啊，唔會用呀。但是你隨以為是這機能生理機能退化，慢慢退化，記錄慢慢就會出來了。真是的，是慢性中毒啊！解牛桂有毒？有。我睇哦，有哪頓安尼聽我講我，唔係安尼建築者我親手談，應該講第一排有談過講。牛桂有分真嘅解，多大可用嘅分，真嘅解其實係無強種嘅嘛？無強種，其實種開都係幾啊年牛桂啦，但是因為品種不一樣，品種無強用像得到哪個種嘢嘛椰魯解，唔可能葉嘅按唔給有這真實咧，拿出來，我哋簡單看啦睇唔可能正面。比較一下，正面總開強用，唔看出強啊，個葉脈啊，有咩強用？但是啊，你翻過來，要不唔這個比較，你看要不個顏色，哪一個講，要不個講？可能有個皮是個顏色的，有個講呢。古說外紅綠啊呢，看唔出。真是，人講你解呀、後背呀，伊可能會新鮮，會強，很新鮮很嫩，但是你跟真實的油毛比較不霧霧的。真是，建築者按你講嘅，比較可能都有差嘅，有差，有差，冇強用更加很優勝，是解，細後是可能會調，伊是唔怕，
真是唔怕，真的唔怕。冇骗。好，配出来，刚刚配出来。哦，好，哇哦，观众朋友，咖牛龟安尼是还很呛，烂呢，很呛，很辣，对。好，啊个人家是真实的牛龟，你就香香，cái真实的唔怕，白讲太快啊。煙抽甜甜，有嘛？辣辣，失敗冇按辣，啊唔過真是有甜甜的米絲哩。啊也可以吞下去唔怕。小東你看佢入邊嗰張龜廚嘛吼，它是用藥啊，然後煙抽啊，即係話都可以吞下，會綿血，係啊都吞下去。哦，條都冇按捌，應該時間久嘅，有感覺嘅，失敗捌，啊，底部有一個甜甜的米絲，香香的出來啊。嘿，嗰種嘅肉桂全嗰個。真是貴特別的觀眾朋友，我記得到牛龜有真的啊種解哦，啊解啊食紅嚟嘅入嘅辣辣做唔得食，其實啊最好還是真的，真是咱唔會歐白是食到解哦。我哋簡單講吼，要甜的咱可以食，安尼如何？哦，入邊都安尼要試嘛吼，一細細哩安尼先食，唔要甜，都趕快配出來。哦，冇事啊，甜的都可以食，簡單講。啊，最主要先看後背，哦，這樣你看到嗰張安尼唔會歸乾淨啊，唔會嗆啊，吼，安尼霧霧的，有一層安尼霧灰色的這樣子，那真實的，啊也安醬啊，吼，安醬也都唔咩，越醬都越唔咩，啊也別好食啦，好食老葉。安尼叫做說，條到安尼粉啊，喺安尼粉講，上嘅還看得出來，啊唔過人家有啲賣講嗰種已經走嘅，人哋用嘅粉哦，走嘅都看唔出，嗰種我都不推薦吼，買走嘅葉邊過來，係嗰種我一個我買我媽唔會買走嘅，因為走嘅可能會看佢賣人嘅良心啊，可能講佢真是賣走嘅，其實賣真實嘅，總應該唔會有人講拿假嚟賣吧。這幾難講呢，因為有確實講啊，幾田的有一顆嘅假肉桂啊花，冇注意到，冇注意到會落到。哦，真是也可能會有一個問題呢，吼。錯。安尼見到這條都唔介紹嘅時間啊，有談到一個親切嘅名詞，很多牛桂犬、肉桂犬，這係嘛個東西啊？這啊，你肉桂犬都會吃起來都會甜甜，就是它是一個專有名稱。就是它的甜味，這個甜味肉桂犬的含量多少？就是吃的越甜的話，它的肉桂犬的含量就越高。哦，嗰種越甜的話，其他嘅成分都越高，啊，係咪代表講一個品質改好？錯。哦，啊，人哋牛桂地杯係咪越老嘅時間，一個肉桂犬的成分都越高？也係講佢像在一個地杯，喺幾條嘅地杯都有一個成分啊？都安尼個葉味角度，皮毛，都像睇葉味地杯。葉味角度，佢有個安尼個皮啊，個皮可以試看啦。葉味，嘿，個皮，你睇到你葉嘛有沒有？你不要了，有沒有稠稠的？焦凍。有呢。啃食，會啃食。唔像水呢，像膠。真是喺膠嘅。對。哎呀，給馬給人講。這個就是那個肉桂犬，因為它含量高，我們有那個天然膠質，就是我們所謂的天然膠質。它天然膠質的話，它遇到水，尤其是遇熱，它馬上就會結凍。哦，所以這人家說的植物性的龜鹿二仙膠就是這個。哦，按特別的，按那個香用米頭香用嗎？你可以試看啦。哎呦，其實老唔好嚟見，老唔好嚟。試一試。哎呦，有個好食呢，甜甜，鬼甜。還有親像睇生眼人嘅，親像果凍嘅感覺嘅口感。哦，是。嗰時候有個也香用係葉嘅來做嘅嘛？是，係啦。還會特別提煉出來嘛？都混，因為這個肉桂犬哦，給你含量要保存的好的話，如果給你加前面的加工，那個很重要。嗰時買嘅拿個葉嘅，直接來洗澡嘅來打成粉，都可以來做嘅嘛？唔可以洗，唔可以洗，係
初下做俺哋冇经验，俺哋用晒嘅。哦，啊，家下嘅你肉桂醛的含量都高冇按高。哦，啊，即俺米方啊，因为俺做子宫，同沙去做子宫，啊有产光学合作。那古时候给米方给大人科大教授那个药学部的那个研发长，陈福安教授，比如我爱讲啊，俺哋有先去俺给填的款，款的给俺证实啊，俺那个肉桂啊，肉桂路啊，你真正台湾的原生种土肉桂。啊，古时候伊也浸嘛过久的，伊讲伊浸过久，啊，佫浸到俺迄时就伊也嘛过欢喜。古时候伊如以后俺哋讲，看啊来产学合作好嘛，啊，伊来做研究。古时候家下俺都做拿量3种的个安尼肉桂并研究，那种肉桂啊，个肉桂醛含量高，因为俺哋新肉桂都会有10几个个肉桂醛。又好又真是台湾原生种的，唔係真假的。啊，個人研究出來是隻，其他同我講，佢冇我講啊，我加粉我尿加工。啊，我講我用洗日頭洗槍來，啊洗日頭洗澡的，洗愛澡的啊，讓磨粉，讓還要再殺菌哦，機器殺菌。啊，然後家下記錄同我講，然後還白冇用洗的，用晾乾的。即只本季早都好誒，風陰乾嘅風。陰乾風係陰乾係，啊都嗰個都我都同人哋木塊三料，料當風，啊個有微風起來，都安尼晾乾，嗰個更加唔是咧是最好嘅品質咧。我全部鎖起來，嗰個然後都會比較，以前啲肉桂冇安甜，而家有安甜。真是好會貴甜。錯係。剛講點解有羅桶哩？啊，其實佢冇羅桶啊。都佢啊，真是肉桂嘅甜味。對，人哋用這樣的測糖機去測，它一點糖分都沒有，完全沒有。哇，那你桂花呢？其實做一種用嚟加工嘅桂花，因為佢有甜味，又冇嘅甜，都減皮嘅時間可以吃。真是的，俺妹路安尼啊，是安尼啊，這體重都保持得很好。哎呦，挺厲害呢。你先這個除了重要的肉桂嘅天然那個原物材之外，這個還研發很多種全部嘅產品，可以同大家來紹介一下嘛。所有種嘅東西呢，做下尾啲研究邊嘅加工品。講有種香茅來講，香茅、安本檸檬，佢如果做嘅呢烏花葉、細線呢。你唔看嘅肉桂有冇要做肉桂露？還有肉桂粉。個個都係酒呢，沒有嘅。它冇酒精成分，完全都用葉子去蒸餾變成露，所以貴甜，嘅甜味呢，有個肉桂醛。唔過有嘅肉桂露、肉桂嘅露，佢可以用途係做乜嘅啊？可以用嚟做乜？露咩可以直接安尼啉，可以稀釋嚟做飲料。唔係要攞杯買飲料，可以稀釋。可能10片，你當成飲料，如食擺甜，又可以你講降血糖安尼，因為本身肉桂醛佢都親和一個降血糖嘅一個農作物藥味。其實有個成分係點解？頭前有3罐都頭都講嘅嘛，嘅葉味同乜嘅大款啊？嘅因為肉桂呢，因幾條屬於做下都可以用。對葉味陰乾以後，都可以磨粉。佢都一個葉味粉、葉粉，有肉桂葉粉，一個都酥皮。酥皮也做得。酥皮係呢，現在中藥行所有嘅掛喺酥皮，佢都係真巧嘅。都做下肉桂皮，做肉桂皮，那個酥皮都咩都對酥樣薄嘅。薄嘅沙安尼陰乾嘅，安能分磨粉。中央有跟肉桂嘅味是？有甜辣，但是佢冇肉桂醛。佢嘅味是，但唔過嘅成分都冇像葉嘅暗號。佢冇肉桂醛，又有嘅呢手工皂，用肉桂去做手工皂。
哇，安尼常讲的牛龟可以做的东西也可以多呢吼。可以多，又可以做糖的，哦，还有又做个牛龟软糖，哦，啊，吃起来又唔会清甜，啊，又本身跟牛龟的甜味，啊，嗰个天然的东西，quite好。哇，观众朋友，当然今日用啥介绍哦，原来牛龟还有真的同假的，大家有机会来用我来分享。等一下，更多精彩的故事，也能继续过来同大家来分享哦。当个建筑者同新之哥可能来介绍一个牛龟，哇，学到很多牛龟的知识呢。头到啊，也谈到哦，有牛龟可以来做一个软糖，还唔真识到呢。先来送一下一个秘籍。安尼新之哥，头到有讲到个牛龟做的软糖，还唔真识到呢。係咩嘢嘅啊？嘿，来试一下。一个 session 係以牛龟嘅 session 嗎？嘿，冇錯。冇加其他乜嘅東西就搶牛龜。冇連嘅你嘅防腐劑嘛冇。哦，真 Q 呢。是看那些。是看那些。嘿，這年肉龜啊吼，這樣你吃下去啊，可以幫助你的循環會更好。所以吃着那個氣色會很棒，可以幫助你的末梢神經，哦，它會更通順。建築者有個糖嘅食下去，馬上全部係牛龜嘅味絲呢。有到講嘅牛龜嘅葉有冇？安尼炒，係淺淺嘅嘅味絲出來。有個糖嘅食下去，佢馬上濃縮，就是崩出來安尼呢。哇！佢有個伊個糖嘅可以用到一度嘅葉啊。伊個糖嘅，因為做幾下人嘅想法，就講啊，因為肉龜嘅東西吃起來幾好，但是本有幾多人，尤其幾安尼嘅後生人啊，無法度接受這安尼嘅味絲啊。嗰時候我會想講啊，來做安尼軟糖呀，啊本大家安尼可以接受。嗰時候佢嘅含量其實個唔會幾高。安尼先至講，有個牛龜嘅葉啊，一般頭都有講嘛，攞嘅葉才可以，攞到一籮才可以來用啊。因為葉呢，吼，你等於講對春天發出來，差唔多一到秋天，哦，嗰時候經過差唔多7、8個月，哦，咱等於講嘅葉咱要熟，葉熟嘅，佢嘅肉桂醛呢含量咱要拉，哦，吃起來咱佫有甜味，唔係新葉吼，吃起來完全無乜個味絲。嗰種一年四季，佢個葉都可以採收咯。可以採收，等於講係呢，我用一度，咱去採收一度。係呢，更加來做嘅農業呢，等於講叫做一條樹位，佢葉嘅我多忙係嚟，咱要跌下來，我2、3年咱要跌下來，係呢，我用嘅，咱來摘落葉。原來安尼一條牛龜對苗嘅，喺對用嘅開始種嘅時間，都可以來用差唔多1久嘅時間。我差唔多最少9年。9年，9年，9年，按久哦，唔係同人哋一般嘅果樹共用，總可能2、3年都有，可以，哇，安尼有個成本投資係幾高呢？有幾難種哦，做乜嘅用嘅幾難種咯？因為伊真是台灣種嘅啊，台灣嘅品種，伊個學態又幾慢，佢生嘅幾慢，冇嘢皮料嘅就。冇人可能冇葉皮料啊！嗰種葉皮料叫佢上一個夾。香港吼，有同行嘅人同人講，有幾類行嘅人客同人講，葉皮料嘅肉桂葉吼，都講冇咁甜嘅，有泡泡嘅，有細細葉嘅。因為今年人客啊吼，今年萬人買，今年都買。中醫嘅安尼嘅肉桂嘅人，今年總該要去看去比較。故作安尼，我就台北咧，嘅安尼嘅讀到幾多年嚇，幾內行嘅人嚇，並且安尼嘅台北教育大學嘅教授，伊米方有拿我嘅肉桂，拿我去做教育的那個素材。個今年老師教授有那本有比較過。故作今日講新的落皮料。如果按你自然農化哈，如果按你共生啊，就是自然長大。這樣係佢最適合佢個生長嘅方式啦。係，故所以難種都會安尼，因為而家種農嘅人啊，會
上啊过脚会避胎，啊穿钱嘛，啊避胎，然后皮了必须啦，有时阵总啊给皮了必须哈，又给又反正又会应该讲会伤到，会伤到它的那个它的树根啊。哎呀，你除了牛龟喺盐嘅地方最重要主要种嘅农产品之外，盐嘅地方还有其他可以嚟收嘅个特别嘅食物嘛？有哦，迄安尼做书香哦，个阿嬷的智慧哦。用嚟讲，佢係阿婆嘅智慧咯。係阿婆的智慧，因為個吼，我漢西時節，因為不是如買去愛個蕎麥，蕎麥無看，我蕎啊，佢如做糖廠，佢安尼個炒個安尼甘蔗，伊做工藝啊，每擺個甘蔗葉面要個嘛，刮酥啦，刮刀啊。刮到我個不是如看到我蕎麥啊吼，如安尼細啊堆啊安尼吼，然後都得敷上去啊。即係哪個做書上嘅葉嘅嘅安尼牛啊，對，容易擦上去都好。牙齒痛啊，細啊，都得出安尼吼，碾碎啊，都得塞下去，講伊個牙齒有好嘅啊，也痛嘅，刮傷嘅有好嘅啊。糖烘嚟係先有手入面功效呢，吼。有，嗰個有嘅都係阿婆嘅智慧嘛。係啊，我說因為更加吼，我講廣東人會裝，但是唔曉得用。因為佢都香啊，你說安尼出隻拿烘嚟，批一下嘅香味。係啊，嗰種我都因為啊，我要做安尼嘅書。同個因為做志工嘛，我同社區啊、社區天數，你那個永續經營要照顧老人能夠永續，必須要有一個產業。嗰種我給下都想講啊，因為他們要有故事性啊。嗰種我都想講，到社區大部分都老人家，老人家今年底下做書上嘅給安尼嘅東西，但是今年真是唔要。都講一般的來講，都疊喺個皮膚當講，但是可以是可以用做，今日唔對，嗰種我都會研究。即係講以前的人攏底下講佢有效果，唔過攏搶會用一般的傳統的方式啦，牛啦，也係講直接疊，唔會幫佢講，有更加可以附加的價值，幫佢價值更高一些安尼嘛。是，嗰種我都會研究用更加嘅呢。現代的方式，現在的方式哈，都講我會做個你的露，左手香露，還有左手香膏，做下你做下你，然後如本地人用，像佢左手香露，個你，我頭都講免牙齒痛，嘅古傳統嘅都講你上葉，黏，然後就塞進去，但是安尼有一點危險，上嘅東西因為它有細菌，在那個葉子上面。驚啊！講有個安尼洗蟲蠅安尼摸住看唔到，嗰時候我如果用安尼給它用露，去萃取，用蒸餾的方式用露，嗰時候安尼牙齒痛啊，或安尼蛤蟆怪痛，總它都可以用。安尼個效果都更好咯，吼。又夠安全。那個真是最重要本，新年人啊，吼，也係老人家來用，係夠安心。是，不給茶本強用。因為經過再製造過的話，唔係用上葉的嘛，用上葉的疊上去啊，強用本有個安尼細菌的問題。你用安尼製造過了，然後再用。我先用。我先用個你做書用，我先萃取精油，萃取精油完之後，咱再來做膏。所以我講麻煩，但是我講比較安全，比較安全，安尼夠好。安尼，建築師人哋會種到按好嘅東西啊，人哋嘅人呢，我本人要去參觀冇？唔呢，我更加有開放嘅。對啊，做人想講一般嘅農業啊，大部分啊，都有講做觀光嘅路線，然後本人入去參觀。有嘅講，今日種嘅東西夠特別咧，夠保庇一些啦，夠請講人入去參觀嚟講，給他們用費啦，也係用嘅。嗰時候今日都唔會開放，嗰時候唔能更加有開放，請參觀嘛，也係講入去之後呢，還有其他行程可以帶大家來進行嘅呀。有以前啊，我冇開放的時節，是因為我哋用自然農法，雜草叢生。我哋過叫的吼，讓3-4年人去割咗一擺，嗰時候去草過蟲啊，都驚啊，有啲安尼沙果啊、麥雞啊，吼驚啊，銀客啊，嗰時候幾項我都冇開放啦。更加啊，吼，我都講冇出去嘅安尼展示，因為我感覺
有休长人学做，休长人做，我如果想啊，天天的标本我生意。今日我接，都本紧来接，我做米烘，然后就是农园，是不是简单？如果农园有开放，有稍微整理一下，然后包含那个 DIY， 都总开都可以做，因为本身如果你的社区的那个 DIY 的那个老师是，有朋友的好搞，以前呐，伊2年都无接的，因为台北。我接济吧，佫无，说要做你防蚊液啦，像今年用几叶呀吼，都做蝗虫包。你个 DIY 其迄做诶，迄用慢做啊？几简单，都叶呀吼，佫有安尼找诶叶呀吼，都得用湿的，唔好用煎的哦，用煎的无共用哦，因为如果有研究的话，都跟叶呀吼。那你不是有那个干叶子那个，做那个范本的那个吗？不然呢，它有那个本身，叶子本身的它的纹路，故说用湿的，用你擦的吼，用擦吼，用擦，并且你用剪无共用，故说我会搞件讲现场。用素白的，用素白，然后洗几批，你蒙擦啦吼，那个。几好用？佢本身嘅精油都有一個成分，大頓都有效果嘅。有錯，又天然又安全。哇！你喺發有個體驗嘅發通啊，喺不管年代還係年少，即係嘅農園都可以去做嘅嘛。係，我哋農園邊係冇看，中開都可以。你見到這一條 DIY 體驗嘅發通，我想預約做冇？我準備嘅人材料。佢說年也可以預約。可以啊，我感覺要宣傳啊，主要啊，要宣傳這個好東西的話，人唔係講一定要幾多啦，有心最重要。有心，後續同人強下來，強下來推廣這個無毒的農業，很好。同人聯絡都會請嘅天花，松苗以前都有嘛，可以請得到嘛？可以，今日 FB 啊，雲山農園，請一下都有誒。苗路啦，天花都可以。錯可以。哇！觀眾朋友，今日聽嘅今日見到這啊，同新子哥來介紹，真是今日嘅農園真好搞，真好料嘅呢。嘅工人啊，前段時間夾來去體驗一下，感受一下今日農園地位。自然農業嘅豐富同精彩，好冇？請感謝。今朝這同新子哥給我們帶來按精彩故事同按到真好嘅農產品咯，再次感謝你哋。感謝主持人，感謝觀眾朋友大家來支持無土嘅農業。感謝主持人，感謝各位觀眾歡迎大家人來木卡本農場草料。哇！去農場老了之前呢，自己身體健康，自己也要顧哦。等等先生，我哋夾來運動一下吧。各位觀眾朋友，大家好！又到了好好運動的時間了哦。今日先生要教的是親子瑜伽，聽愛做書片的小朋友阿恆，好了，今日要來做我們的小幫手示範哦。你的小朋友準備好了嗎？可以同爸爸媽媽、阿公阿婆來同我一下做運動哦。請能放一來同我們做運動的哦。前面呢，要做瑜伽之前，要來做一點暖身。好，2隻腳打開來，好，臀嘅肩條通下。好，慢慢呢，低後背，撈眼睛呢。好，第前面撈。
好，你的手打开来，手打开来，来干条，好，弯片，再干条，松出去，干条，弯在另外一片，看到你来慢慢的走哦。好，慢慢的弯片。呀，运动呢，看人生人从快同下做。那小朋友看到电视的话，同爸爸妈妈来下来做运动。两只手同下来干跳，交叉再干跳，送出去。好，慢慢的跳拿，一节一节。弯下去，扭到天来么？扭动它。好，再慢慢的放起来。好，更加来做下呢，主要运动的哦。好，更加来坐下来。第一个动作，用鸭白脚，从用鸭嘅翅膀用诶，好比，拍动伊嘅翅膀，好，左右偏右，佢同声音呢，同下来做瑜伽，来增加嘅亲子嘅娱乐，好亲子嘅一个感情哦。好，起起，好，跳起，慢慢的在前面，起起莫停，跳起放起来，来起起，跳起，慢慢的下去。起起莫停，跳起慢慢的放。好，安尼更加用力的系爱到入毛虫，安尼跳像入毛虫，像毛毛虫哦，啲嘅腳撐起出來，像入毛蟲樣嘅哦。好，接下來呢，動作腳伸出來，好，來做一個肢體前彎，好，豎牙高，好，記得咯，我背咯，伸出冇撲背哦，都是豎空來哦，腳伸出，我腳趾頭冇彎彎哦，好，腳尖，好，先瞄我腳趾頭，好。慢慢的下去，到我腳尖做停留，慢慢的到腳趾頭，再上來，來做划船的動作，划船1、2、3、4、
6、7、8、9、10。好，更加同嘅小朋友来面对面，好，共神出咯。好，来，叫一神出来。好，第下腿 give me five 哦 ，give me five。啊，来，小朋友扑到妈妈数，好，来神出。好，训练嘅肢体前弯柔软度哦。来，1，有没有动吗？观众朋友有没有动吗？同个声音呢 ，Give me five。4、扑到声音哦，声音拍下去。好，问妈妈扑5哦。好，来，妈妈帮你跟你 Give me five 咯。1、2、記得背囊嘅打出咯。Yes， 超棒的！来，更加来开下来，猫式啊，像喵嘅樣嘅喲。好，來，放鬆，吸氣，吐氣嘅時間，肚子舒放來，拱背。好，吸氣莫痛，吐氣放鬆，放鬆。再一次吸氣莫痛，吐氣收進去，吸氣，吐氣放鬆。好，吸氣莫痛，吐氣，吸氣莫痛。好，慢慢的吐氣。好，更加來。面对前面，好，喵要翘尾巴哦。好，来比赛看慢你呢，米吼翘的最多哦。好，翘尾巴，猫咪尾巴，翘1、2、3、4、6、7、8，好，休息一下，来小石头数神策。好，开下来，开空来，弯片的哦。我们现在要换边，我们梳妆打口来，嘿，梳妆打口来。好，弯片来1，猫咪尾巴翘哦，2、3、4、6、7、8、9、10。好，慢慢的休息，更加的数哦。好，用个鸦片。好，不用进去。好，小猫背延展。数轻量伸出来哦。好，鼓来换边。好，数不用鸦片。好，弯鸦片伸出去。数伸出。公牛拧地前面绑。好，慢慢的放起来，圆背，慢慢的放起来。好，放起来。今日動作記得了冇？
好好运动，俺能下次能来了。